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龚推。顶摆讲到火河马有一个因素分拆的手路，迄是安怎做呢？实使 N 平平 A 乘 B， 咱会使甲 N 写作安尼，是安怎呢？咱甲迄平方填开整理，所得就是 A 乘 B。若 N 是双数，这拢免废去，用骹豆腐想就知，通经 B 平平2 A 平平 N 分互2。若二得分拆的组合，的确 N 是奇数。若 N 是奇数，就知 A 甲 B 拢是奇数。所摆 A 加 B 甲 A 减 B 拢是双数。这双数分互2，就会是整数。所摆互车平平 A 加 B 分互2，例平平 A 减 B 分互2。N 就平平车平方减例平方。小可刷为一个。车平方减 N 平平例平方，因为例平方是正的。咱知影车平方较大 N， 平 N 较大的平方数少括。这所讲的意思是，咱通找到一条平方数，扣除 N 了后，所剩是另外一条平方数。若找到车甲例，就知 A 平平车加例 ，B 平平车减例，搁 N 平平 A 乘 B。等下来试看卖，44,461的平方根，差不多是 210.86。平44,461较大的平方数，头一条就是211的平方，就是车0平平211，车0平方平平44,521。44,521减44,461。平平60，要安怎知影60是毋是平方数？就取伊的平方根，若伊的平方根是整数，伊就是平方数。这60毋是平方数，就看后一条车7平平212。212的平方是44,944，扣除44,461，剩483，嘛毋是平方数。就看后一条车2平平213，安尼做落去，到车4平平215迄阵，46,225减44,461平平1,764，这是42的平方，就是找到车平平215，例平平42， A 平平车加例平平257， B 平平车减例平平173。257乘173，有影就是44,461。咱要搁较了解这个算法安怎作用，就来看伊未经找到解答的组合，甲迄 A 加甲 B 加排列伫边头。车加是哪来哪大的数，例加是车加平方减 N 的平方根，嘛是哪来哪大的数，所摆 A 加嘛会哪来哪大。虽讲这 A 加甲 B 加毋是整数，因三乘就有关边边 N。既然 A 加哪来哪大 ，B 加就会哪来哪小。因为正港的 A 甲 B 还未前找到，因会搭就边边未来的 A 加甲 B 加，就是 A 较大现主时的 A 加 ，B 较小现主时的 B 加。转来看迄个例，未前开始做，咱就知。B 平平也是较小过 N 的平方根取整数，就是 B 平平也是较小210。做头一步，知影 B 平平也较小203。做第二步 ，B 平平也较小190，就是这个算法会为较大迄边去，甲咱讲什么数毋是 N 的因数。那迄原底分看卖的算法是为较小迄边。甲咱讲什么数毋是 N 的因数，所摆若买伫即箍位，就是分看卖的算法大先找到解答；若买伫即箍位，就是火河马的算法大先找到；若买差不多伫正中，检彩就无输赢。过来，若无拄好 N 是素数，用迄分看卖的算法，就直直检查到 N 的平方根，才知影 N 是素数。
拢总开 N 的平方根分互2除增效遐侪步。那回号码的算法要算到第时，咱讲买指数的值就是3，所摆 R 至大的值就是 N 分互3，测平平 R 加买分互2，平平 N 减9分互6。比较得这是足大的数，凭 N 的平方根大足侪。拄则讲，这算法是甲买的顶限一路刷落来。看这例，头起吹的刷是用跳的，一步刷过几若条数，愈刷愈慢，尾也是用扫的，算正10步嘛无刷过一条数。迄分看卖的算法就毋是安尼，算一步定着就是下过2条整数。安尼看，上好的法度就是大的迄边用回号码，小的迄边用分看卖。这交界的所在要设定伫倒位？真简单，就是回号码在行的速度较慢，分看卖在行的速度，安尼就用分看卖的算法较紧快。要找因速度相像的所在，就来看这车加平平 N 的平方根除整数加加，甲 N 的平方根除整数叫做 C， 甲加分互 C 叫做 Q，Q 就是一条比例数。甲 Q 放入去车加、礼加、甲买加内面，小整理一下。设数 N 不止大，就 N 差不多是 C 平方。甲这 Q 换做一条实数 X， 这关数 F 的值，伫一寡比例数的所在，就甲买加差不多。咱要找迄车加行一条数起哩，买加落2条数落来的所在，迄就差不多是 F 的微分边边负2的所在。来算 F 的微分，互伊边边负2，这 X 就是8/9的平方根减7，迄阵的 F 是2/7的平方根。安尼就知，咱开6%的工，通甲买的顶限压落来30%，所剩的70%才来一条一条分看卖。伫遮做一个试验，较细3万的素数内底，用电脑凊彩拣一条做 R， 佮另外拣一条做 V， 甲因3乘得 N， 拢总拣100万摆。这100万条 N 随个来做素数分拆，用这4种法度拢做一遍，看因开的时间。头一种法度是分看卖的算法，第二种法度是回号码的算法，第三种是用回号码算较大的部分，用分看卖算较小的部分。第四种法度是摕素数的列单来参考，简单用素数来试分。事实回号码的手路掠外，所剩迄3种，因开的时间也无大前差，拢是 N 平方根的大分乌。咱后回再来讲一个有影会较紧的算法。今仔日先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言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